各位仁兄，1月期限已到，敢问3位都教会了傻酒哪些本领呢？这可是关乎于东坡堰的归属啊！东坡堰归我，非我莫属啊！舍我其谁呀？你们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说。你们都教了傻酒哪些本事啊？傻酒跟我学画已经小有所成，傻酒跟我学书法已经初见成效，傻酒跟我学功夫那是登峰造极呀！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哟。要不让傻酒展示一下身手吧？当练影啊！傻酒，来墨竹图。墨竹图他也会呀。这就是你说的墨竹图啊？哎呀，哎，傻酒，你给唐公子展示一个1字啊，别写太好，别吓着他啊。这个脏了，来写一个。这个脏了，不好写。你看写这个多专业呀！发挥失常啊，多写了2笔。来来来，先吃烧饼。哎，来，这怎么自己都不会吃东西了？哎呀，都是在我家惯的。我就是希望他心无旁骛，专心练书。我还饿，你就饿着吧，你就。堂兄啊，现在看来只有我徐某人能教傻酒本事了啊！爱徒，给唐公子展示一个。好，来，有那么大威力吗？小心伤着你们。爱徒，爱徒，一会儿有多大劲儿，是多大劲儿啊！笑什么呀？就跟那天一样啊！来，行不行？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放心啊！真的没事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堂兄，什么时候害过你？真的没事啊！爱徒，为什么要是我？师傅，你不是说和上次一样吗？师傅，你又吐了。徐贤弟，你没事吧？好得很。果然是登峰造极，厉害！师傅教得好。傻酒，你教得好。看自己的耳朵，亏你想得出来呀！我也没有办法，才出此下策。我就是想让他有点事儿干，免得毁了那么多东西。傻酒是傻，但你不能因为他傻就欺负他呀！我早就说过他，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德。文兄，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啊！不是堂兄，这哪儿的话呀？自从傻酒到我府上，我是对他照顾有加。照顾有加，我看你是把他宠坏了吧？你看看他现在，就连之前会的事情，现在也不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变成废人的。堂兄，所言极是。现在能教傻酒本事的，也就只有小弟一人了。哎，徐贤弟，你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别说话了啊！现在傻酒脾气暴躁，动辄打人，万一哪天伤到别人，要是出了人命，你我能担当吗？啊！哎，
唐贤弟，我们错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让他再跟我们回去重新传授一遍。啊，又来！三位大哥，三位大爷，求你们还是手下留情，别再搞傻酒了。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傻酒毕竟还是傻酒，对他期望过高，就是强人所难。什么书法，什么绘画，什么拳脚功夫，他肯定是学不会的。他就算会一点本事，可以自食其力，但终究也离不开我们一辈子的照顾。唉，我看呐，他是不可能自立了。傻酒，傻酒，你去哪儿了？傻酒，哎，堂兄，贤弟，堂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我去河边找过了，没有啊。你呢？傻酒没有啊？傻酒啊！哎，文兄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没找着。你去哪儿找了？河边啊。哎，你们都在啊？我去河边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。啊？到底有几条河啊？嗯，哎呀，完蛋了！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现在继续找啊！去哪儿找啊？去哪儿找啊？只要不是河边就好了嘛。去找啊！湖边啊？湖边是哪儿啊？哎，大哥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看看灯笼吧。谢谢吴老。哎，帅哥你好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啊，看看。没有。哎，别，仔细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没有。没有，来一个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唐贤弟，你们这边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那怎么办？继续找啊！分头找找吧。哎，好，走。石榴，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有一碗汤圆，你吃了吧。我不吃了，还是你吃吧。哎呀，我吃不下了。也不知道老爷从哪里弄这么多汤圆来。哎呀，南门外有个点心铺子倒闭了，亏了大甩卖，所以老爷啊把这些汤圆全包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吃白不吃，下一顿还是汤圆。啊，那我更吃不下了。要不咱们把它倒了吧？不行，这浪费粮食啊是要遭雷劈的。要不把这碗汤圆，哎，给那个墙角那边的傻子吃吧。好主意，我去拿。哎，小二哥，哎，这里要饭的傻子呢？这我可不知道，前天夜里就不见了。哎呀，说起来这事儿都邪性。最近城里啊老丢傻子。老丢傻子？为什么呀？其实啊也不是丢，是有人拐带。听说拐带一个傻子能得2两银子的。拐带傻子？你听说过人善山庄吗？估计也就在那儿。小二哥，你给我拿一下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秋香姐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公子，我到昆山吴江去找一找吧。快去快回，一有消息马上回来禀报。哎啊，哎，堂兄啊，这事儿怪我不应该为了得到东坡驿，让他去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事儿我也有份。你要这么说，那这事儿我也有份儿嘛。哎呀，就别争了，主要责任在我。怨我。没有，还是怨我。怨我。哎呀，怨我，还是怨我。好了，各位仁兄，怨我这事儿谁都不怨，要怨就怨我自己一个人。我知道你们各位都很想得到这东坡驿，可我就是舍不得。如果我当初痛痛快快的把它交出来给你们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这东坡驿。如果没有它，你们就不会来争，你们不争就不会教傻酒那么多没用的东西，那么他就不会不见，我就不会没脸见秋香姐。就是因为他，我怎么面对秋香姐呀？伯虎啊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秋香姐知道。对呀，这要让秋香姐知道了，就你们俩的姻缘就更没指望了。别说没指望了，没准会反目成仇。哎，
说到最后，这东坡堰就是罪魁祸首。东坡堰是宝物，如果你要摔了的话，那可是千古罪人呐！我已经是千古罪人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摔了，我要摔堰明志。老虎啊，你要是摔的话，就摔在我的身上吧！别介，住手！摔堰于事无补啊！你一定要摔，就摔到我的身上。来，堂兄，不是你要摔你就摔我吧，这傻酒找着了，你不是白摔吗？三位兄弟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心疼我，但别阻止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摔了！别！忘了再摔行不行？不行。秋香姐，秋香姐，唐公子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是这个样子的。文贤弟正要画一幅女娲补天图，特邀唐贤弟来当模特。唐贤弟，麻烦你把手再举高一点。算，秋香姐都来了，现成的女娲还举什么呀？真是。是啊。喂，好啦，你们别再骗我了。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全部都听见了。你把我弟弟傻酒怎么了？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好你个唐伯虎，本来以为你是什么正义君子，我才把弟弟傻酒交给你的。你如果不想照顾他，你告诉我，我领他走便是。干嘛要像现在似的，换个方式把他逼走啊？秋香姐，我冤枉的。我们教他东西，真是希望他可以自食其力的。可他现在不见了，他被人拐卖了，我只能管你要人。秋香姐，来，坐下慢慢说啊。这傻酒虽然失踪了，不一定是被人拐卖的，说不定是回乡下老家了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！最近失踪的傻子，听说都是被拐卖了，拐卖到一个叫人善山庄的地方去了。人善山庄，干活啊！就你偷懒！老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新抓来的。现在人手够了吧？咱们就万事不愁了。现在人手啊是够了，麻烦也来了。什么麻烦？现在咱们人手一多，这监工就不够用，就凭现在这几个监工，看不过来呀。明天你们俩跟他们干活去啊！我们干活，我们不是傻，还不傻？用脑子想一想啊！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啊，想挣钱的泼皮无赖多的是。哎呀，给我！监工！干活快点看，干活！打过来！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真是打他！又打！收得来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两位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想找人的啊，这个希望两位行个方便。找人？找谁呀？您可曾见过这个人？看着眼熟，眼熟是吧？就是想不起来了。没事，慢慢就想起来了。你干什么的？他说找人啊，是，来找人啊！赶快走啊！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。大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还没听我说要找谁呢，怎么就能说没有？不用听你说，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，赶紧走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赶紧行个方便吧。听不懂还是怎么的？走，这走不走？冷静点嘛，别那么冲动嘛。你看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拿着。以后你们俩给我记着，但凡有来找人的，都给我轰走。是。我一直就很想进去，但是他们非不让我进去。我总觉得傻酒一定就在里面。当务之急得想个法子混进人善山庄。我倒有个计策啊，找个人假扮傻子混进去啊，好主意，那就有劳你了，徐贤弟。为什么是我呀？你们怎么不装傻子？我们三个不像啊！你这是什么话啊？你们不像我就像，那我不装。哎呀，徐贤弟，你就别怪他了，他向来就是有口无心，口无遮拦。不过这么一看吧，你还真有点傻。那我更不装了。
徐贤弟，你天天的口口声声义薄云天，义薄云天的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对呀，你看现在，唐安去了吴江临安，都了无音讯，对吧？秋香姐去了傻九的老家，估计也找不着他的下落。现在就靠你一个人啦。各位仁兄，不是我不帮忙，除了装傻子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如果谁要能帮我把傻九救出来，我就把这东坡堰给谁。徐贤弟啊，这么仔细一想吧，我觉着我比你傻。文兄说的没错，你确实是比较傻。可是要问最傻的话，应该是我，所以装傻子的事还是交给我吧。别，你不傻，我傻，我最傻，我傻，我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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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傻。两位别争了，我看咱们4个人当中啊，还是真卿你最傻。我啊，对，我傻，我最。堂兄，要不说你有眼光的啊，比傻你们谁都比不过我肯定比你们都傻。堂兄你放心，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肯定把傻九救出来。那既然现在你已经是傻子了，那你能不能模仿一下傻九的表情啊？像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我还没开始装呢。啊？唐公子，秋香姐，徐公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他是害怕吧？肯定是怕危险，不敢去了。可不是嘛，你还不知道徐贤弟吗？他最擅长的就是嘴上义薄云天，心里胆小如鼠，肯定是怕了呗。谁说我不敢去了？谁说我胆小如鼠？徐贤弟，你又易容了。哎，我在苏州城大小也算是个名人啊。不说是妇孺皆知，那也是家喻户晓。我以本来的面目去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我丧命是小，救不出傻九是大。徐贤弟，既然这样，那这卧底的事情就不用劳烦你了。凭什么呀？这护心毛我粘了一晚上。哎呀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啊，这之前不是说的挺好的吗？现在怎么反悔了呀？之前我为什么让你去呢？是怕我自己去了容易被人认出来。现在既然你有这么高的易容术，哎，不妨把我乔装改扮一番，而且由我自己去，还比较稳妥一些。为什么你去就稳妥，我去就不稳妥呢？哎，徐贤弟你别多心，伯虎就是觉得你平时比较莽撞。哎，对。依我看呐，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有头脑的人去干。哎，我支持唐贤弟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有头脑，我这么大个脑袋在这，我没头脑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也很有头脑的。我只是觉得伯虎比较合适。哎呀，贤弟你不要再争了，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由我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傻九是从我这里跑失的，理应是由我来把他找回来，对吧？对。但这东坡堰怎么办？哎呀，之前我说过了，只要谁能找到傻九，东坡堰就归谁。虽然现在情况有点变化，但是这句话还是有效的。哎，不是说来说去，这东坡堰不是还得归你吗？这东坡堰本来就是属于伯虎的嘛。若是他真的把傻九找回来，这堰自然归他。怎么说话的？现在伯虎手中，咱们3个都有机会。如果落到某人手中，咱们半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各位兄弟，只要我能把傻九找回来，这东坡堰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这样行了吧？那万一要是找不回来呢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怎么总说不吉利的话呢？石榴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戳我，下次使点劲儿啊！如果找不回来的话，那就麻烦各位兄弟帮我收尸啊！唐公子，你这话就更不吉利了。谁也不许说这样的话，肯定救得出来的，谁都不许死。如果要是你真的想要死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提前先把遗嘱给立好啊？行，我出发之前一定会把遗嘱立好，然后交给文兄。
哎，徐贤弟啊，赶紧帮我易容一下。现在这个易容啊不打紧啊，我呢首先得教你几招防身之术啊。防身之术？对，这个地儿有点施展不开，咱们还是去院里去练吧。走。好，我呢今天教你们一套绝世武功，都是看在好兄弟的份上呢，我就毫无保留的教给你们。哎，曲强姐，你们俩别动，回去功力很深厚，免得伤及无辜。哎，一人一个重要道具，拿好了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堂兄来打我，打上面。啊，上好，打中间。哦，中下，学得很快啊！我们加快节奏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来，上，中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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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呀？这黄瓜也太不经常了。你们以为我真要教你们棍法啊？我是要向你们展示一下我的铁头功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大家都是亲兄弟，闹着玩不下死手啊！算，现在开始教点穴大法。好，来，点穴大法。秋香姐，你们俩还别动啊，免得伤及无辜。什么点穴大法，都是那些江湖术士的把戏。经过说书人这么一说，就变成了神乎其技的神功了。祝兄，敢不敢靠近点？哎，你去干什么？我教堂兄点穴大法，没有你我怎么教啊？我靶子，猜对了，是，注意气息啊，根本就没这回事儿。你得注意气息。哎，动吧，能动吗？动不了了啊！看没看见？哎，真的管用啊！动不了了啊！动不了了，真动不了了。来，我给你解开啊！解开。你看这个点穴一定要注意气息，点的要准。走。哇，真的动了！干神功啊！好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学会了吧？来，你来试试吧！哎，你试。注意气息，注意气息啊！气息，走着！哎，能动吗？没用啊，这个气息，运气。哎，不是你应该再往左边一点啊，左边一点。右边，中间，左边，左边，冷静，他已经不动了，你就别再戳他了啊！成功了呀！他行了！对，解开吧，解开吧，解开是吧？啊，注意气息啊，注意气息。好了。动不了。哎，我来。同学，我来，冷静。注意气息啊！你这么瞎戳，给他戳漏了一会儿。走。哎，动不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哟，那我估计堂兄这是初来乍学的，他不按常理点穴，而且用的不是内力，小弟我也无能为力呀！啊！公子，吃饭了！吃饭了！先走。哎呦把你给忘了！哎呦，把你给忘了，那怎么办？抬走，来，啊，你们俩就够了是吧？那走，快点跟上！快点！原来吃完饭就没事了，真是来，吓死我！看看，哎呦，哇！手艺怎么样？哎呦，简直就是浑然天成，面目全非，实在是太逼真了。祝兄说的好啊！我在房间里想了这么长时间，就没有想到这么贴切的形容词。承让。好，文兄啊，这是我的遗嘱，好好保管。不许你说这么丧气的话。哎，百鸟朝凤图和东坡雁都写进去了。徐贤弟啊，矿山下有个酒家，记得10日之后的酉时，咱们在那边见。好吧，记住了，10日酉时矿场酒家街头。好，哎，那10日后见。保重，保重了，各位，保重。秋香姐，我走了。秋香姐，我真走了。那你小心一点儿。
哎呀，石榴，你说这徐公子怎么还不出来见我们呢？就是啊，也不知道跟唐公子接上头没有。这徐真卿想干什么呀？怎么样啊，你们家公子？二位姐姐久等了，要不你们先喝会儿茶？喝什么鸟茶呀？我们要见徐真卿，让他出来。我们家公子不太方便见人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又不是相亲，让他出来呀！徐公子，徐公子，你好了没有啊？我们家公子真不方便见人。姑奶奶，我还不方便呢。现在傻酒没有下落，唐公子肯定落入虎口了。他就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帅气的货郎形象，借着卖酒的机会混到山上，顺便打听一下堂兄跟傻酒的下落。哦，那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站住！啊，干什么的？我卖酒的。卖酒的？卖酒的，一边卖去！别呀，你看我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大哥，小的卖酒的有上等的好酒，这怎么卖的？5罐1桶，10罐2桶。行，我全要了。哎，谢谢。来人！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来人了，拿去！哎，不是，走吧。我就卖酒的，我就是卖酒的。你，咱里面坐着聊聊。我这妆化的就这么不成功吗？聊聊呗。走吧。唐公子，你说我对你多好啊！每次你一出事，我就去找徐真卿来救你。哎，我老找徐真卿干什么呀？进去吧。堂兄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怎么也来了？一言难尽呐。现在你跟我都在这里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你放心啊，我跟石榴姐我们俩都约定好了，我要是1日之内不回苏州的话，她马上就去官府报官。哦，哎呀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过奖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石榴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走以后，我越来越不放心。哎，石榴姐，你终于担心了。哎呀，哪能放心呢？唐公子在这里有生命危险。唐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你担心的是他呀？那是。哎呀，徐贤弟，你别激动啊！石榴姐也是一番好意。哎呀，但你也太冒失了，怎么会被抓进来了？哎呀，因为我不放心嘛，所以你看，我就扮成个傻丫头进来。可是还没有到山上呢，就被抓了。你怎么扮一个傻丫头啊？必须是极度聪明的人才能装傻，知道吗？你是说我不会装傻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不用装傻。堂兄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实话实说。你说他本来就傻是吗？哎，这话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啊？石榴，哎，老爷，老爷我还在这儿呢，重色轻友的家伙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够傻的啊，想什么就做什么。你这不到这里来，你家里鸡呀、菜呀，还有圈里养的猪，谁管呢？你交给谁了？如果少收了鸡蛋，我就从你工钱里扣。家里有秋香呢。华太师，你现在别想什么鸡蛋的事情了。现在石榴也被关进来，我们全都要完蛋了。哎，不怕，我来之前啊，跟文公子和祝公子打过招呼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好，进去。走，快点，关门。老带着。哎，石榴姐，你没有跟秋香姐打过招呼吗？没有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打了。一网打尽了。所以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逃出去。这位大哥言之有理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什么尊姓大名啊？宁王没听过吗？你蒙谁呢？你比宁王帅多了。总之啊，一言难尽呐。我微服私访，谁知道现在是叙旧的时候嘛？现在是想办法怎么逃出去。不行，我们不能逃。我一没找到傻酒，
第二，没拿到账册；第三，还没找到那个幕后老板是谁。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哎呀，幕后黑手还要查吗？就是他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是我又怎么样？最重要是想办法逃出去。不行不行，难道我们就不管那些傻工了吗？啊，我们要救他们呢！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关在这里怎么救啊？逃了出去，才可以想办法把他们救出去。说的也对啊，那我们先逃吧。不是，这戒备森严的，怎么逃啊？这你放心，这几天呀，我在山后发现一条小路啊，小路。耍什么花样？人都死了还耍什么花样呀？告诉你，我王贵不是好惹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躲开点！是不是死了呀？哎呀，是不是断气了？不对呀。不动了，走，快跑！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快，都出去！走！快呀！钥匙在这儿呢！快呀！推！快点！前面追上！唐公子，哎，不要动啊！哎，不要动！哎呦，华太师！哎呦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是这样，晚上闲着没事儿，我带他们出来散散步。散步？散步。对。来人呐！有，把他给我押回去！押回去！哎，大哥，有件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从后山走了呢？因为有我呀！啊，是我告的密。你告的？怎么不行吗？真的是我告的密啊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还妄称是4大才子啊！进去！快点！进去！快点！都废话！进去！快进去！快点！走啊！进去你！拜拜！快点！哼！什么东西？你老实点！也进去！你进去！你进去！不会！进去！说什么呀？误会呀！快点！诸位，听我解释啊！我怕这里的山头土匪众多，我怕离开这里又落入其他土匪的手里，所以我善意的告密了。冷静了！你干什么呀？住手啊！住手啊！哎呀，师爷，就这样！师爷，快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起来！我们已经被抓起来了。哎，列位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，误会，全是误会啊！那既然是误会，那赶紧把我们放了呀！对呀，放了吧！哎，好，3天之后一定送各位下山。为什么要等3天啊？是啊，因为诸位跟外面的监工多半有些过节，尤其是您王爷，您可算是屡遭殴打呀。是，要是这么一出去，能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吗？肯定没有。所以啊，他们怕你秋后算账，说不定就会铤而走险，抢先一步把您给。所以啊，您现在出去有危险。为什么要3天呢？3天之后我就把他们都遣散了，自然就没危险了。所以得等3天之后。这个老板呐，我们跟那些监工没有什么过节呀，
我们可以出去吧？就是放你们出去。哎呀，你们出去了，剩王爷一个人多孤单呐！你们这几天啊，就陪王爷好好聊聊天啊。一切等3天之后，3天之后。师爷，王爷，酒驾！我也身处险境，身不由己。王爷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搞定。啊，放心，放心啊。啊，诸位啊，一定要冷静啊！误会，不要做缩头乌龟啊！不要紧张，我是善意的。休息吧。这位小姐，刀可是真的。哎，认真一点行不行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成功的关键之关键，认真真实，知道吗？明白了，再来一次。真是。哎呀，出声音啊！又打我，没做什么刚刚？你痛不痛？你得出声音啊！再来一遍。声音。哎呀，冒发春呢你！我觉得没有啊。看着啊，学着点儿。哎呀妈呀，姐夫，你做的太像了，我玩了。你死我死啊！再来一次啊！睁着眼死啊！咱俩可是亲戚啊！别眨眼呢，你老眨眼眨眼，不眨眼，多假呀！再来一下啊！来吧，再来一下，就一下啊！姐夫，我听着脚步声了，我听着脚步声了，真是啊！翻眼，伸舌头，贾老板，哎，大哥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给我个理由。只要你让我活着从正门口走出去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想要你的命。大哥，饶命啊！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可是矿山写的是你的名字呀。要不就远走高飞，我从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矿山的事，我闭口不提，我绝口不提。哎，不是说什么都给我吗？钱呢？快！我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。啊！老小子，这还藏着呢。鞋里边的，算了，鞋里的钱你留着，祝你远走高飞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在苏州城我再看见你，你就这个下场。飞那么快，飞得越远越好，永远别再回来啦！你干什么？你吓我一跳！拿来，1、2、3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醒那么早？不是说我不叫你，你不醒吗？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不听话怎么了？不听话你就得死啊！秦师爷，你想赶尽杀绝是不是？对呀。好，今儿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姐夫，你还满意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姐夫，你都要啊？老规矩，3起开，你3，我7。就一张，你数什么数啊？你这。本人受贾老板的委托，略备薄酒，请大家恕罪。好，希望大家呢一路走好。来，大家来干一杯啊！干杯！说的挺好。好了，大家干了这杯吧。王爷，喝不得呀，那是毒酒啊！
苏州。果然如此啊！贾老板这个狗贼，居然想暗害王爷。王爷，小人已经要亲自处置贾老板，救驾来迟，望其治罪。王爷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到了最后，还是我的人有用，救了大家，救了你们呐！哎，起来吧！我不起来，王爷，我有罪呀！您失踪这么些日子，我到现在才找到你的下落，让您受苦了，小的罪该万死啊！哎，起来吧。不过不是你的不对，本王一早就明白了。回到王府，一定重重的有赏。谢王爷。都怪这个贾之善，借王爷的名义非法开工，还奴役呆傻的劳工，简直是罪该万死啊！便宜了他。多亏王爷您英明神武，不畏劳苦，微服私访，方能救民于水火，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啊！王爷，您真是爱民如子啊！我有吗？反正贾老板已经身亡，死无对证，你们尽可以把罪名全安在他身上。不过把自己吹嘘成卧底神探、救人英雄，就太无耻了吧！老夫总有一天要查出你谋反的证据。还有吗？王爷，您就像天上的日月，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；您就像沙漠中的绿洲，给我们点燃生存的希望。王爷，我们爱戴您。王爷，我们仰慕您。王爷，看他们鼓掌了。王爷想吐啊？但是挺舒服的。那就好。挺好的。那回王府，我慢慢的夸您。好。请。王爷请。还不走啊？还不走，把酒喝了。唐公子，秋香，唐公子，秋香姐，有傻酒下落了吗？我现在就去找。不会吧？没找到傻酒，我现在哪里还有面目再见秋香姐？现在傻酒只是失踪，说不定被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绝不能放弃。住手！谢谢鼓励，我记着。哎，别走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我救出来傻酒，还是那句话，谁救了傻酒，那东坡堰就归谁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晚点见。唐公子。那我们也去找了。我也去。秋香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去。老板。来了。老板娘啊，你这都有什么啊？松花小土豆炖香肠。哦，来一份呗，然后再来点好酒。哎，好的，等着。等等，你们家这餐具不错啊。俺家的茶具都是最便宜的。这晶莹剔透的，好干净啊。是啊，都是俺那口子洗的仔细。你们家那口子？是啊，就是俺男人呗。带我去看看，啊。好。傻酒。这里，傻酒。周公子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
我一看那个碗洗的那么干净，肯定是你干的。走走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跟你走。我不跟你走。为何？我成亲了。我现在好幸福。我不走，不走。好，你幸福，我也幸福啊。嗯，东坡宴是我的了。娘子啊，多准备点芝麻烧饼，还有黄瓜，祝公子最爱吃了。好的，没问题啊。东坡宴。我算是问清楚了，这傻九不堪殴打，打倒了几个侍卫，逃出了矿山。可此地距离苏州甚远，一路上又累又饿，加上迷了路，晕倒在这户农家门前。幸好这寡妇悉心照料，方才救回一条性命。现在二人以夫妻相称，小日子过得可红火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啊！贤弟，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？当然记得，谁能救得了傻九，谁得东坡宴嘛。现在就兑现你的诺言吧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把那东坡宴送给那寡妇。弟妹啊，这东坡宴是我特意给你拿过来的，好好收下它啊。这东西俺不要。我要。不，你千万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几个兄弟说过了，谁能救得了傻九，这个东坡宴呢就归谁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收下它，真的不用客气。来，收下。不是客气。只是俺这东西吧，磨镰刀都嫌小。哟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磨镰刀啊！这可是东坡宴，这不是糟践东西吗？那磨菜刀，俺去试试。磨什么菜刀？这是文房四宝，是磨墨用的，用它写字儿的，这是。哎呀，这舞文弄墨的，俺们可不会。这东西吧，在你们读书人眼里是无价之宝，可在俺这儿，顶多就是块磨刀石。哎呀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这没事，你就拿着吧，收下啊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好我回来了。秋香姐。哎呀，你可回来了。秋香姐。唐公子。哎，你看这傻九夫妻俩多恩爱呀！别动。好了。弟妹啊，你真想好了跟我这傻弟弟过一辈子啊？大姐啊，俺跟你说了多少遍啊，就是全天下的男人都给俺，俺都不还。哟，那你图他什么呀？俺就图他人好、肯干，别的呀啥都是虚的。听听，秋香你听听，嫁人呐，就得嫁人好的，能干的，不怕累，不怕苦，还要爱你，你说是不是？唐公子说的是，你说的这样的人，还真有一个。谁呀？谁呀？我来了！我在这儿呢，石榴姐。别打着！哎呀，小心伪装啊！哎，别打着我！妈妈，你看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该让我们年轻人。哎，你看你这珍珠粉都掉了一地。我跟你说，这叫成熟，熟的里头还透着香呢。很多男人都喜欢我这型的。等唐谢云高中了花，我还可以撑撑场面呢。瞧瞧你呢，等唐谢元高中了官，我把你踩扁了，当门神，往后站。哦。
对不起。唐伯虎！哎呀，唐伯虎来了！小朋友，好可爱呀！我好喜欢你啊！我好喜欢你！快点走啊！驾！哎呀，走吧，文贤弟，走吧！不去，走吧！哎，别推脱了，走吧！看看吧！哎呀，不去，不就是个谢园吗？我还就不去了。堂堂一个读书人，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？这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在我心目中，你的形象都高大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家河东父说去。真情贤弟，玩笑吗？哎，留步！哎呀，不就是个唐伯虎吗？但见无妨啊！走！哎，等等，空着手去啊？这怎能是君子所为呢？就是呀，我得买点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身上的钱都买了全谱了，要不祝兄你看看，文兄，那你这儿你看看啊啊！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你知道放哪儿了吗？来，我家河东父啊，每天给我1文钱零花钱，哎，不嫌少吧？你们拿去。哎，来。这铜臭加脚臭凑一块了，叫臭气相投吧？不要算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读书人啊。这唐伯虎是做什么的呀？也算是读书人吧。哎，这读书人跟读书人送礼用得着钱吗？难不成还得送姑娘啊？古人云：“秀才之礼，只办章啊。”哦，那咱们就送他纸半张啊。咱们做一首送行诗送给唐伯虎。哎，1人1句献写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那就来呗。来了，老爷，人来了。来了。好，来，石榴，马上备驾。哎，老爷，这唐伯虎不就是个举人吗？您可是在京城做过2品大员的，亲自给他送礼去，怕是太抬举他了吧？哎，抬举，就是今天我抬举你，明天你抬举我。这官场之道，妙就妙在这抬举2字之上。此番唐伯虎进京，志在必得，大有连中3元之势。若是此时老爷我抬举了他，彼时他在皇上面前为我美言；若是龙颜大悦，老夫那就回京有望了。哎呀，北望京城苍然泪下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呀！我这忠臣的心伤不起呀！马蹄声声离故土。哎，这是上京了。我接着。
诗书词赋通博古。那我也来一个呗。来，前路坦坦，仕途顺。好啊，有了。来，提上皇榜是伯虎。哎呦，好诗啊！这表达了对他最真诚的祝福啊，情真意切。哎，等会儿，看这开头的4个字，马失前，有点意思。石榴，赶快去备教啊！好嘞，老爷，我这就去给您备教去啊！要这全城的人都知道，这唐伯虎啊是受了老爷的抬举才考上状元的。哎，等，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。秋香，来啦，老爷。啊，来进来，来，秋香，你和石榴马上到书院门，亲手把御赐的状元笔送给唐谢元，告诉他太师祝他连中3元。是老爷。是老爷。老爷，您刚才不是说要亲自送去吗？哎，礼要送，可这名啊不能传开。为什么不能传开？现在全城的人都在盯着唐伯虎，要是去了，这关系就坐实了。科举制度虽然好，可这里边也不是一点门道都没有啊。唐伯虎要是连中3元，那就最好了。可是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。万一？老爷，您这是留了个后手啊！老爷英明。官场之道啊，表面上和和气气，暗里人都盯着，黑得很，不防不行啊。可是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宁王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哎呀，《易经》里面说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，95就是火药的分量。飞龙在天，就是本王设计的这个火箭。利见大人，就是说，大人就是您呐。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说的多好啊！哎，王爷，飞龙箭造成了，它用哪儿啊？当然是攻打京城了。不打下京城，我怎么登基啊？我不登基，怎么可以雄霸四海？看这个呀！但是你知道京城的城楼有多高吗？一般的云梯是爬不上去的。只要现在把人跟火箭绑在一起，再砰冲天一起，直登城楼。到那个时候，待那京城城破之日，就是本王来取代那个正德小子登基的时候了。那绑谁上去呀？本王就要做第一个上天的帝王，绑我！王爷呀，虽然第一个飞天的人可以青史留名、流芳千古，受天下人的敬仰，可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嘛。对，快，解开！快解开！本王不能第一个飞上天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本王第一个飞上天，你们看着我，飞高、飞低、飞偏了怎么办？那当然是应该由你飞。我呀，王师爷，我不去。不去吗？我不去。去不去？哎呀，王爷，我是上京，我这是死无葬身之地呀，我还不如被你打死呢。我保证，我看你飞上去，绝对不会有危险。来，火了！那么紧。
我在哪里？喂，别让开！喂，千万别吃啊！完蛋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来人，把师爷给我带回来，重拔一次。王爷，好消息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要进京赶考了，大家都在送礼。哎呀，现在治国的人才也送上门来了。唐伯虎说他要连中3元，那正好为我所用。那1000两银子本来是赏给师爷的，看来暂时也用不着。你就拿去给唐伯虎，说本王一直都看好他。是王爷。火药不够啊！秋香姐，秋香姐，我跟你说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像唐伯虎这么大的才子呢。你说一会儿他会跟我说话吗？他要是跟我说一句话，哪怕只叫我一句石榴，我就是来世做牛做马也愿意。这礼要送过去啊，还不把他给气死啊？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不是，这是我们啊对他最情真意切的祝福。他肯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。石榴，你看那3个书生，是在冲我们笑吗？应该是。那咱们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兴许他们认识唐公子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走。姑娘们，小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敢问公子，可曾知道唐伯虎、唐公子在什么地方？那敢问姑娘知道唐伯虎的长相吗？长相，这我们还真不知道。啊，这就好办了。不过我敢肯定，他一定长得很帅的。此言差矣，唐伯虎可不是个普通人，他是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才华、有爱心，集万千优点于一身的人。这岂能一个帅字能概括得了呢？唉，也罢，现如今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草包实在是太多了。这真正有才之人就在你们眼前，你却没有看到罢了。莫非您就是唐公子？在下正是唐伯虎。唐？他是唐伯虎？那这2位？哦，这2位是陪我进京赶考的2位书童。书童？虽然他们年纪很小，这长相长得些许着急了一点。文兄，这是说你呢，表现一个着急。表现一个啊！着急。小女子失礼了，原来您就是誉满江南的唐伯虎。没想到现实差别很真呢。少爷，咱说好了啊，就歇一小会儿，外边还有好多少女等着您签名呢。我去喝口水，先歇一会儿。少爷，那您可抓紧点啊！知道了。我们是华太师府上的丫鬟，我叫秋香，她叫石榴。这个呢，就是老爷特别定制的状元笔。老爷说了，送给唐公子，祝公子连中3元，金榜题名。哎呀，多谢华太师抬爱。待小的进京赶考回来之后，一定要登门拜访华太师。多谢了。公子，我们家老爷说了，若公子收下这笔，
得给我们写一个收条。哎呦喂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也是，还要打收条。那不如这样吧，看看吧，我就以秋香姑娘名字赐诗一首，如何啊？哎呀，秋水伊人对红妆，香彻江南好风光。最是人间3、4月，美不胜收在此峰。真没想到我的名字都能作诗了，秋香最美。唐公子不愧是才子，好诗好诗啊！那我也来说一个，我给石榴姐说一个。这写诗嘛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的，写来写去都是些陈词滥调。虽然外表华丽，实际上没有半点的真情和实意啊！谁呀？这是？不是你谁呀你？何方妖孽？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他是唐伯虎哎！哇，唐伯虎，你不会是那个传说中的大才子唐伯虎吧？怕了吧？哎呀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在堂兄面前论起诗来了，真是失敬失敬。我三生有幸啊！哈哈，其实小人从小就爱诗歌，也崇拜诗人。不知道唐谢元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跟您学学写诗呢？学诗啊，好啊，免了伤了你对我的敬仰之情。要不这个样子吧，我们就用秋香姑娘的名字来做首诗吧。你敢吗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谢谢唐谢元，那小人献丑了。秋香，秋香，啊，真香啊！快点儿，说你呢，快点儿！秋风扫云，天茫茫，香飘枫叶映斜阳。好意境啊！来呀，来呀！吟诗本是性情事，皮匠怎凑诸葛亮？好诗好诗！说呀，说完了，说的还挺好，好像是在骂咱们啊。前面的16我都没听懂，不过这句我听懂了。你说他们3个都是臭皮匠，对吧？看不出来，这位16姐你也懂诗啊？你这是明摆着要拆我们台了，是不是呀？啊，行，怎么不来文的，来武的？懂了，接着。来呀！少爷，哎呀，没叫你。哎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别吵别吵，你看这3个人多淘气啊，多好玩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真人表演，3人大战。您还在这儿会友啊？快点吧，知府老爷要设宴给您送行，都等着呢。说唐伯虎不来，怎么那么烦呢？那是不开心。好了，去了，你不要再唠叨了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啊，秋香姐。喂，你们3个别走啊！谁走了谁是缩头乌龟啊！快走！走，快点！他是唐伯虎。刚才是不是有人说知府要给他送行？好像那人还喊他唐伯虎。谁要是先走的话，谁就是缩头乌龟。碰上真的。撤！喵！撤！他们3个有病吧？
秋香，唐公子他叫我的名字了，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。哎呀，老爷真有上法！石榴，你真的看见宁王在练攻城之术？哎呀，我看不只是攻城，是要大闹天宫啊！我得看清楚。老爷小心！太疼了呀！我的王爷，王爷，我上次啥没好的王爷？哎呀！别碰我！王爷，师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，要不就饶他这回吧。还等我！师爷给放了吧。谢谢王爷，谢谢王爷。把雷顺给绑起来。王爷，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上次飞龙剑的药量不足，劲道不够，干脆这样，我们这次就给他做的足足的，点着了，当的一声就给他蹦到天上去，就回不来了。没事，哎呀，对，雷顺说我说师爷呀，上次的药确实不够，就是飞过了一个墙头。如果这一次加足了，哎呦，王爷呀，那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王爷呀，不会，王爷。师爷呀，那就麻烦你再走一趟。王爷，加油！是王爷。哎，我。雷顺啊，雷顺呐！我告诉你，把药加足了。你加那么多干什么呀，王爷？王爷，别让他再加了。哎呀，王爷，别着了！天哪，王爷！师爷，这次火药太大了。师爷，好去走回，带礼物啊！带礼物！宁王草菅人命，太过分了。谁呀？在那儿呢！王爷，你看。哦，这不是华太师啊！哎呀，你们俩半夜三更的练什么武功啊？哼，你还想怎么着？宁王，我告诉你，你私造火箭，图谋造反，还拿真人做实验，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告你去。告我？真的要告我吗？对呀。证据呢？证据拿出来呀！证据！开玩笑。石榴。证据呢？在这儿，快站！不能抢，不许抢，不能抢！哇，有字有画，哇，这么详细啊！哎呀，糟了，为什么我看不清楚呢？哟，看不清楚。王爷，我这有火，来，让我看清楚一点。好，不，哎呀，不能烧了，不能烧了！哎呀，这么可怜呐，证据给烧掉了。哎呀，宁王，我跟你没完，我一定要抓住你的把柄。哎呀，去皇上那里告我呀！哎呀，我真的怕呀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家的师爷现在在天上，可能明天就会飞到京城去了。他飞去京城干什么？他要告你啊！他说你无中生有，诬陷本王。你滚！好啊，宁王，我跟你没完！走慢一步啊！掐死你啊！
就是传说中的鸟人。连中3元，谢元谢元，连中3元，谢元谢元，连中3元，好好，人心所向，我唐伯虎此番不连中3元，有违天意，是吧，老天爷？哎呦，少爷，老天要下雨了。这，哎，对，前面有个亭子，咱们到前面休息一下吧。哦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走，往前走。奇怪，怎么会打雷呢？知道我要连中3元呐，这老天爷都眼红啊！啊，你看看，真是。哎，你谁呀？懂不懂规矩啊？没事没事啊。这位兄弟，你也是进京赶考的？嗯，对。啊，喝吧喝吧，没关系，喝吧，别客气。你是唐伯虎？啊。学习唐伯虎，哼哼哈嘿；读书要吃苦，哼哼哈嘿。徐经自贬。唐伯虎，你看，你是我偶像，在下正是。唐伯虎，我终于见到活的唐伯虎了。不，这说起来啊，我和堂兄你啊还是同门呐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您恩师沈周的弟弟的亲家三表叔儿子的父亲，正是在下的启蒙老师啊。哦，是这样。那就算是同门吧。哎，对，学弟虽不才，却在京城有一些熟悉的前辈。是吗？其中有一位姓程。姓程？哎，难道是此次会试的主考大人程敏正程大人呢？正是。我这次进京本是第一个就要见他的，可是今天我遇见你了，我的主意也变了。啊？我就算有通天的本领、通天的本事，但也比不过堂兄的旷世奇才呀。我决定我将堂兄引荐给程大人，甘居堂兄之后，不求文达于状元，中个榜眼探花足也。其实这一次如果有机会面见一下程敏正程大人，也是唐某的荣幸啊。就是包在我身上了啊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凭你自己的本事去考，千万莫见什么官呐。说什么呢？来，见了官，你就会有大不测的。你见了官，心难宽，财八斗难解愁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哎呦，原来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叫花子。堂兄啊，没必要跟这个叫花子置气。哎，没准是个疯子呢。来，是啊，喝茶，喝茶。哎，苏州谢元，江南第一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到。还有江阴举人徐经到。景辉啊，各位学友啊，在下苏州唐寅唐伯虎，这次进京会试，还望与诸位互相提携啊。好，太精辟了，好。大家都是初次见面，唐某无以表示。这样吧，店家，哎，唐熙元，您吩咐。哎，速速置办流水长席，菜要有山珍海味，酒要有10年陈酿。凡是这次来会试的举人，任吃任喝，这账全都记在我唐伯虎的身上啊！好，唐伯虎真威武，唐伯虎真威武，唐伯虎真威武。
来，喝啊！哎呀，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！哎，好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啊！哎，幸会，开心啊！哎呀，昔日龌龊不足惜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哎呀，我说这孟郊的诗写得好啊！这诗中所述，正是我唐某一直追求的境界啊！哎，不是我夸海口，唐某自从蒙童入蜀起，寒窗苦读15年，诗书词赋无所不晓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。这院士乡试已连中2元，这次会试，唐某人肯定可以先拔头筹，连中3元，做天下第1才子，你们信是不信呢？信啊，唐兄，我信。我到他请大家吃喝是客气，没曾想是为了显摆。这嗟来之食，吃了脏口。这武无第2，文无第1，哪有还没考试就自称天下第1的？还说大家互相提携，我看啊，是要我们给他唐伯虎提鞋吧？走。公子，走。你看，你们看看啊！我一说我要连中3元，他们是都不相信啊！不相信是吧？行，我唐伯虎志在必得。哎，徐经，过来。唐兄您吩咐。这个明天就带我去见一见那个程大人呢。好，让这些宵小之徒平生羡慕嫉妒恨。唐兄啊，这儿就是程大人的府上了，进去吧。见了官，心难宽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唐兄，我说这里就是程大人的府上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徐兄啊，昨天我也是酒醉一时兴起，现在想来，我们在会试之前拜访主考，怕是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，就怕……哎呀，就怕什么呀？唐兄，你也太迂腐了。现如今这世道啊，但凡有点路子的举人，谁不在考试之前千方百计给考官递帖子拜门上啊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去啊，可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求个公平。求公平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不过，但是这个但什么呢，唐兄？莫非你是怕这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怕见了程大人露怯吧？露怯？哈，我唐伯虎这辈子只露过脸，从来没露过怯。唐兄，请，您请。这位小哥，麻烦请通报程敏正程大人，苏州唐谢园唐伯虎求见。好的。2位公子请，请。程世伯在上，请受小侄徐经一拜。哎呀，快请起！不是说苏州的唐伯虎求见吗？怎么又冒出个侄子来呀？世伯，小侄姓徐名经，乃徐元宪之子。徐元宪啊，不认识。大人，您想想，30年前成化17年礼部会试，您是不是参加了？那年老夫的确是第1次参加会试，可这徐元宪……大人，您再回忆回忆，考试中途您是不是因为一时内急，向隔壁同仁借过半束草纸？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？那人姓徐啊？
想起来了，我就说嘛，家父和程大人是世交，请再授校职徐经一拜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人，隔壁同仁徐元宪乃小侄的父亲，小侄此次进京赶考，家父染疾，不能进京拜访大人，特叫我拿着信物直书直礼拜见大人。哦，好好，我收下，我收下。哦，对了，师伯，这位是晚辈苏州举人唐寅，字伯虎，有幸面见程大人。你就是名震江南的唐伯虎啊！老夫早有耳闻。大人抬爱了，晚生不敢当啊。哦，晚辈素闻大人钟情于丹青笔墨，这是晚辈所绘的四美图，还请大人雅正。好，好，好！早就耳闻唐伯虎的仕女图天下第一，今日所见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师伯，四美虽美，但不及一美呀。你说的这一美，是不是叫成人之美啊？徐经，唐伯虎有句话说得好。燕雀之辈，虽纵之于高天阔海之间，而不能久飞呀。然鸿鹄之才，不借好风，却能扶摇直上9万里。好，好，真不愧是唐伯虎啊！这话说到这儿，也就算是说够了。老夫这一幅牡丹图刚刚画好，请二位题首诗如何呀？好说，堂兄。请。春为一岁首，梅占百花魁。虎丘后，寻经秦探花，有意思，也有意境。送客。公子，请。那程大人，晚辈告辞了。走吧。堂兄啊，这怎么刚提完诗，茶还没喝出味儿来，就送客了？徐兄啊，君子互赏，义道为之。我们借诗言志，别无他求。程大人自会体会咱们的心意的。二位公子请留步。这是我家大人回赠二位的。哦，大人没说别的？没有。堂兄，这草，这，徐兄啊，我们高中有望了啊！这草可以让我们高中。知道这是什么草吗？这是了兰。程大人的意思，全在这里了。在草里？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了兰了兰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明白了，堂兄。还没了，每次都这样，真差。又来了！哎，来了！哎呦，抱歉啊！来了！哎，坐。咦呀，这一身胭脂味儿，是不是刚从李花魁那儿回来啊？肯定就是。不去，像那种地方，三教九流交汇，我可有听到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呢。都凑过来，我跟你们说说。哎，不听，青楼能有什么正经事儿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哎，
听说最近江湖上流传着一本修炼飞天之术的秘籍，你是不是有消息啊？你要不听，你就飞出去啊！我就说几个关键词：进城、官场、党争、科举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听说，朝廷有人想扳倒这次会试的主考官陈敏正大人，官场内斗事关机密呀。大人您看看，大人您看，这是我写的。程大人，您怎么把我的诗文给撕了呢？烧了还浪费柴火，看看你们这些诗，尽是些娇柔造作之词，就连负心词、强说愁都算不上，哼，简直是无才之人装风流。大人，秦书婉是冒昧，我倒是想请教请教您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出这高中皇榜的好诗文呢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去打听打听。苏州来的唐伯虎，江阴的徐经，你们的才能要如有这2位的一半，至少也能中个同进士出身了。唐伯虎、徐经，这不是上次摆流水席夸海口的那2个狂生吗？是啊，对，看来他们都已经见过程大人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他呀，诸位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程大人送给我们的兰草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笨蛋，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是程大人在包养我们2个呢啊！堂兄，我们高中有望了！那个各位学友啊，等我中了状元呢。等他中了什么榜眼、探花之类的，皇上一定会给我们封官授印的。各位如果有什么事情要相托，尽管和我开口，千万不要客气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是吧？堂兄，敬你一杯。吉时已到，众考生入围。春为1岁首，梅占百花魁。我看很快啊就要成真了。徐静，你考怎么样？日薄虎丘后，寻径琴探花。我也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堂兄。行。唐伯虎，徐经。程大人，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咱们走着瞧。米大人，何故叹息如此啊？程大人，你看看，这也叫文章啊？啊，文不对题，行笔晦涩，通篇好像是说了，看完呢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哎，出局。我这也是一样，有个人连6艺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出局。哟，妙哉妙哉呀！旷世好文，旷世好文呐！啊，众位同僚都来看看，我这发现了2篇精彩绝伦的好文章啊！哎，写得好，好啊，佳作呀！好文章啊，果然不俗啊。程大人，
你不过来看看？啊，这2篇文章真是鹤立鸡群，卓尔不凡呐！这文章老夫先不看，不过老夫愿意和各位打个赌，这2篇文章，一篇出自苏州的唐寅之手，一篇出自江阴的徐经之手，老夫愿意赌1年的俸禄。呀，太厉害了！程大人，是啊，几千举人一同参加会试，您怎么就料定这2篇美文就出自此2人之手呢？是啊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诸位，就等发榜的时候看吧。对呀，说的是。哼，这个程敏正，素来与咱们不和，说的是，简直是气死我了。哎，这次唐伯虎和徐经会试脱颖而出，这可是扳倒他的绝好机会呀！对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你们看这样如何？咱们先稳住他，然后再参他一本。各位意下如何？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放榜喽！怎么又没又我？这是太可好了！王兄，也有你，你看，哎呀，堂兄，我们中了！你看你第1，我第2，中了！苏州唐寅会试第1，连中3元，连中3元！连中3元，做天下第1才子。连中3元，好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哪2位是唐寅、徐经啊？在下正是，在下正是。哎呀，还这么多护卫啊，都是配给我们的。皇上对我们不薄啊。对呀，大胆！好个唐寅，大难临头，你竟然不能自知，我看你可真够轻狂的。来啊，将人犯唐寅、徐经给我绑了！哎，慢着！我乃会试第1，谁敢绑我？你们绑错人了吧？你们，请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查，自有唐寅、徐经2人于京师会试中投机取巧、私会主考、行贿经营、套取试题，包险恶之心，借诡诈之术，窃得会试1、2名次，现着刑部押入天牢。一经查实，严惩不贷，请此带走。我冤枉啊！这个冤枉！怪不得你这么高兴啊！高兴呀！哎，别吵，别吵！哎，我们要见程敏正大人啊！是。程敏正大人，我看你们到了天牢里就能见到罪犯程敏正了。带走！冤枉了！我们要见程大人。不会吧？冤枉！怎么会这样？程大人，此次您利用唐伯虎科举舞弊一案，终于扳倒了程敏正这个冥顽不化的书呆子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高啊，洪大人。各位同僚，扳倒了程敏正这朝政大事，可就是咱们说了算了。对呀。完了，这下可完了，唐伯虎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在这儿待着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你求什么呀？你赶紧求皇上把我们放了吧！求求你了，唐伯虎，我不想死啊！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！皇上驾到了！皇上，微臣启奏皇上，请看，左边这个
就是犯人唐寅，右边这个就是犯人徐经。这二人可是居心险恶之徒，大逆不道啊！皇上的意思是，此案事实证据确凿。回皇上，经微臣调查，现已查明，这徐经和唐寅二人早在会试之前就已同主考程敏正多次会面，并馈赠了宝图一幅。之后，唐寅多次公开宣扬自己必能夺魁，而主考程敏正也在匿名阅卷中公然宣布最优秀的2份答卷出自他二人之手，证据确凿，请皇上圣断。哎，停！你说4宝图，那图呢？这可是宝图啊，皇上，价值连城。唐伯虎的画工果然名不虚传呐！还不走？这是明白了没有？是皇上。西公公，皇上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口谕：唐伯虎、徐经二人触犯国法，舞弊科举，按律当斩。然朕念其寒窗清苦，又系初犯，暂免死罪，关入天牢。惩处办法以待在议，钦此。西公公，这皇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嗨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的意思就是先把他们关着。唐伯虎不是画画的好吗？皇上又喜欢，就让他一直在牢里画画吧。这二人可是重犯呢，西公公。西公公，好了，我们不要死了。石榴，你干嘛呢？怎么了这是？来，快让姐姐看看，太太啊！都是姐妹，有什么不能给我看的呀？快听话，石榴。哟，这是唐伯虎，唐公子啊！唐公子在哪儿呢？石榴，你……哎呀，秋香，你戏弄我！哎呀，我说石榴，合着你把生活当成戏了呀？自己是戏里的女主角，男主角就是唐公子啊！嘘，嘿嘿，秋香，这种事是不能说破的。哎，你看我这妆怎么样？偷偷向你学的，学了半个多月呢。哦，学了半个多月就这样啊？我觉得这化妆术太神奇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啊，脸也白了，眼睛也变大了，配得上我们家唐公子了吧？配，特别的配。哎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一个优秀的女人要内外兼修。我现在不仅学了书法，还学了画画。你看，这个是唐公子，这个是我。我相信呐，有心人天不负，总有一天唐伯虎啊会回来娶我的。这唐伯虎就有那么完美吗？那是啊，他可是誉满江南的才子啊！现在他又连中3元，他不完美谁完美呀？连中3元，那又能怎么样？哎，可以当大官啊！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啊？总是很大很大的官吧？能比咱们老爷的官大吗？咱老
爷是京城正2品，他刚中状元，应该没有老爷的官大吧？哎，秋香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不会是……呸呸呸，想的真多。告诉你啊，别人给我算过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命吗？哎呀，不就是丫鬟命吗？我现在只是明珠暂且案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有人算过的，我可是娘娘命哦。啊？哪里的娘娘？宫里的娘娘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，叫盘生娘娘战生子？哦，好像听说过。膝盖先出来是娘娘，脚先出来的是天子。对呀，我出生的时候啊，就是膝盖先出来的。秋香，那你真的是娘娘命啊！所以呀，石榴，我告诉你啊，区区一个唐伯虎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别看我现在暂且做丫鬟，告诉你啊，假以时日，这皇上一定会来接我。我要在宫里做那锦衣玉食的娘娘。秋香，我支持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可以成皇后娘娘，而我呢，就可以做唐公子的状元夫人了。石榴，把娘娘扶下去。是，娘娘请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怎么就你一人回来了？少爷他被抓了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哼，这个宁王，他要谋反，还说要为天下大众，我看。他就是觊觎皇上的权力和皇上后宫的3000佳丽。哎，老爷，您说宁王是为了皇上的后宫3000佳丽才造反的？那是一定的。哼，历朝历代所有的篡权谋逆者，都是想获得权力和天下更多的女人。哎呀，那秋香当了娘娘，不就是宁王的娘娘吗？什么？你说，这秋香要当娘娘？是啊。说什么盘生娘娘战生子，说她是膝盖先出的娘胎，是天生的娘娘命，以后啊是要进宫当娘娘的。此话当真？哎呀，祥瑞啊！祥瑞，祥瑞，祥瑞！哎呀，祥瑞，祥瑞，祥瑞！天大的祥瑞啊！秋香，秋香！哎呀，秋香啊！如果秋香真有这娘娘命的话，那就注定了我一定会重返皇宫的。你来看，宁王他要谋反，他就被我抓住了把柄。抓住把柄，我就把他给搞掉。那皇上他就会到苏州来巡视啊，到苏州就会住到我们华府里来，住到华府就会被有娘娘命的秋香给迷住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呢就会重回皇宫了。那皇宫，那也未可知啊！啊！哎呀，快把秋香叫来，我给她涨工钱，以后这苦活累活都不用她干了，都由你来干。还不快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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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老爷都相信秋香姐是娘娘命了，看来我要和唐公子成事，还得多拜拜菩萨呀。
六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呀，你不是说这里的佛祖灵吗？所以我来许愿呢。看你平时心宽体胖的，还挺有心思的。你都祈什么福啦？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验了。哦，不说算了。本来还说能帮你出出主意呢。真的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别告诉别人啊！我是在为唐公子祈福呢。唐公子？哪个唐公子啊？哦，唐伯虎啊！你还真喜欢上唐伯虎啦！哎呀，全城的人都要知道了，讨厌！石榴，伯虎。啊，哎，表妹，看清楚啊，是你何春哥哥。表哥，你来了就好了。哦，伯虎他出事了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哎呀，表妹，表哥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唐伯虎的事情我了解过，你放心，我这一来啊，一定帮你解决难题，就算是要连诛坐牢，我也陪你一起。表哥，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啊，伯虎他现在这样，我一个富人家，该怎么救出他呢？救？表妹，你真是又天真又傻呀！你到现在还都不知道唐伯虎犯的是多大的罪呀！他是科举作弊呀！就算是能救下来，能活已经很难了。就算能活，那在将来永远没有功名，永远戴罪之身。你要去救他，如果救不出，连累了你呀！可我是他的夫人啊，我不能坐视不管的。管，当然要管。行，等我帮你想出一个救唐伯虎的方法。常言道，衙门八字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那需要多少钱？这个不好说了。唐伯虎这事儿呢，比较大了，用钱也不一定能解决。就算是用钱，一定不是小数目。那要多大呢？我想想啊。哎呦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唐府给卖了，再把唐家所有的田产也都卖了，还有这些所有的古董、字画也都卖了，然后你那些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啊，也通通变卖了。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救出唐伯虎了。这样就可以救出伯虎了吗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有时花了钱，也未必能使鬼推磨呀。那不如我们去京城找些大官求求情。哎呀，如果是普通案件，这个主意还不错。不过现在是皇上震怒，还有哪个大官敢替唐伯虎求情呢？哎，表哥，请你帮帮我，无论怎么样都一定要救伯虎。真的吗？其实啊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不仅可以保证唐伯虎安然无恙，也许啊还能助他官运亨通。不过，就要牺牲一下表妹你的终身幸福了。只要能救伯虎，要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你过来。记住了啊！救唐伯虎最关键的是变卖唐家所有的家产，还有写休书啊！哎，还有啊，见到唐伯虎一定要断然决绝，不犹豫啊！好。哎，快点，把这些都搬上车啊！快点！这是我和相公的定情信物，你不要拿走。去！小心点啊，别碰着了。哎，好的，来。
唐夫人，这个砚台我就留给您了，算是我对唐伯虎的一点敬意。可是你们家的房产、田产，还有这些东西，我也只能给你这么多了，请多多包涵。告辞。走吧，走吧。少奶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老天爷，请你发发慈悲，救伯虎一条命吧。哎，何公子，请茶，请茶。茶不喝了，钱呢？去，一早就准备好了，何公子。照您的吩咐，我给唐夫人报了1万两，这是15000两，小小心意。唐家的那些家产，没有5万两是拿不下来的。没有，你小子也太奸商了吧！不会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3万两就被你给赚了，起码要再多给我1万两。5000行不行？1万，不给是吧？我就让唐夫人立马赎到。哎，一早就准备好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次何公子可是赚了夫人又赚钱呐！嘘，把话烂在肚子里，闷声发大财啊！请。花宝宝，官人，朱大官人，醒醒，天亮了。这万花楼天亮怎么这么早啊？那当然了，夜短了，天亮的自然就早啊。祝公子，这回钱也不够啊。不够。怎么走了？哎，妈妈，你看你，我都是万花楼的熟客，想回来给你补上啊。来人！既然钱不够，就让你尝尝万花楼的厉害。杀！扔出去！想出去！喂，你们怎么对待老客户的？没钱呢就不要进来，下次记得带够钱。我这……走。贤弟，吃上了，不错啊，早饭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慢，祝枝山，我这不是你的早餐铺子，为什么每个月你总有那么几回披着麻袋就来了？是不是又会那花魁去了？贤弟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更对不起自己呀！我整天好女色书学习，我真的不是东西，也不是南北呀！我现在就把自己了断了。放下，这可是君窑。你吃吧。要不说贤弟宅心仁厚呢，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发愤图强，不能像唐伯虎连中3元的吧？怎么样也得考个官做做，对不对？在我家千万别提官字儿，更别提唐伯虎，万一被何龙父听见了，又得骂我没用了。你就赶紧吃吧。嘿，
嘿，这大清早的，二位都在啊？你不会也从万花楼回来吧？说什么呢？那种地儿我什么时候去过呀？告诉你们，出大事儿了啊！唐伯虎出大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一辈子说话都没准过，这回准了。记不记着上次咱们送他那首藏头诗啊？马失前蹄啊！现在何止尸体呀，脑袋都快没了。京城的消息啊，说这唐伯虎先是中了状元，然后呢就被查出贿赂考官，已然夺取功名，被打入天牢了。我说嘛，上回就跟你们说了，官场党争，你们还不信，非说我不要听信青楼里的都是戏言。你看我这万花楼没有白去吧？要我说啊，科什么举啊，做什么官呢？往后啊，我决定了，我就画个小画，喝个小酒，泡个小妞，自得其乐，不挺好吗？也不会栽什么大跟头。哎，祝兄，此言差矣。我以为唐伯虎这次栽了跟头，哎，说明啊，像他这种巧言令色之人是完全识不开的。当官还得像我这种饱学之士来当。哎呀，我也决定了，我这一生不考取功名，誓不为人。字画我也不卖了，笔我也不动了，我要背书，要考取功名。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我这个人呢，一不会玩，对不对？二呢，读书也读烦了啊。今天呢，我就让你们开开眼，看看，我花重金，终于找到了这本飞天秘籍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练这个飞天秘籍啊。我就要弃文从武，苦练飞天之术。我要做一个流芳千古的大侠，和我那16姑娘浪迹天涯。有志气，来，我们击掌为约。哎，祝兄，哎，祝兄呢？麻袋在这呢。哎，我的君瑶呢？哎，这王八蛋，他把我君瑶偷走了！真是，你去练我的秘籍去了。哎，别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。我要疯了！这么多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？什么时候画完？哎，等画完的时候，我们的命也就快完了。我们只能一直画，才能一直看到第2天的太阳。赶紧画吧。故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南直如阴，动如雷震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军队行动的时候呢，这速度像风一般快；等待敌人的时候呢，像森林一样有耐心；对敌人侵扰劫掠的时候啊，要像火一样猛烈；防守不动时，像大山那样稳固。皇上，今天的兵书就给您讲到这儿了，请您点评点评。有点意思。一开始我还不能理解，让他们画兵书的绘本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是个好事儿。还是挺皇上通过这个事儿读了不少兵书，以后啊再也不会瞎指挥，打败仗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今天皇上能读兵书的绘本，哎，那说明咱们以后啊可以把这个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这些治国理政的书也让唐伯虎画成绘本。皇上看了以后啊，一定能成为一代明君。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啊！我这就把我家藏的249卷《资治通鉴》让唐伯虎马上画出来，这样啊，
咱们可以讲给皇上听。要不皇上天天跟那些不男不女的公公，能学什么好呢？走。皇上，这是今天读书结束后大臣们的议论，说还要把249卷本的《资治通鉴》全都画出来，由他们讲给您听呢。哎呦，《资治通鉴》还249卷，要真这么学法，那这皇上我不当了，爱谁当谁当去。哎呀，皇上息怒啊！老奴以为皇上喜欢军事，让唐伯虎、徐经二人画兵书绘本，这本来是件好事儿啊。可这些昏庸大臣们借机让皇上读什么《资治通鉴》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俗话说，尽信书不如无书啊。老奴以为皇上的江山就应该皇上自己做主，用不着参考这个通那个鉴的。这些大臣呐，让皇上读什么《资治通鉴》，实际上是想借机把持朝政。哼，朕才不会上他们的当，让他们用书给朕上枷锁。皇上圣明，老奴以为啊，直接拒绝举办读书讲习，恐怕是那些大臣们会非议皇上只读兵书不读政论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让画绘本的人立马消失。消失？这个主意倒是可以。那您看，唐伯虎他们是杀，还是？把他放掉。哎，老奴明白。《孙子兵法》画完了，今天就该上路了。公公大人，请你给皇上求个情儿，饶我们一命吧！我不想死啊！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皇上。我愿意在牢里给皇上画一辈子画，公公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请公公您禀告皇上，我唐伯虎被杀头没关系，就希望不要牵连我的娘子。唐伯虎，唐伯虎，你扬名立万是在画上，坐牢遭难是因为画，大难不死更是因为画，就连免罪释放也是因为画。看来你啊，生来就是与画结缘了。免罪释放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还不赶快叩谢隆恩！谢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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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隆恩！谁让你们遇上一个不爱读书的皇上哟？把他们放了！谢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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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